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可以快一点，走吧。哦，老婆，今天是这么早起？对呀，我今天有点饿。这么早起你能做完？我能起来。你那边我也饿了。我能你能做完？对呀。你看那多少？不觉失去又不敢想，无法选择，爱比爱过像日常。我说的早就会到了。只是不过是个思考。要不我还在这儿等你们哥哥。这是我的。我们都来了一个。